大家好，搬嚟英國生活係一個好大嘅轉變，雖然係一件令人興奮嘅事，但適應新環境好多時都會令我哋感到壓力、焦慮或者唔開心。如果你係身處英國嘅香港人，知道點樣尋求心理健康支援係非常重要嘅。我想提提大家，心理健康同身體健康係同樣咁重要，尋求協助絕對唔係浪費人哋時間。不過呢度嘅醫療制度同香港有啲唔同，等我哋講下幾時應該打電話，同埋應該打俾邊個啦。你可以當 NHS 嘅心理健康支援好似呢座樓咁，分做3層。喺香港，我哋有時可能習慣直接衝去醫院，但喺英國，我哋係用一個分流嘅方式 （step approach）。你應該按自己嘅需要去返相應嘅層數，咁樣可以確保你更快得到合適嘅幫助，唔使喺錯嘅隊伍度浪費時間。我哋由地下嗰層講起，最基礎嘅係常規護理 （routine care）。如果你持續幾個禮拜覺得情緒低落、焦慮或者瞓唔到覺，你第一個要揾嘅就係你嘅 GP， 即係家庭醫生。佢哋唔止醫身體嘅病，佢哋亦都受過訓練去支援你嘅心理健康。GP 可以同你傾下你嘅感受，有需要仲可以轉介你去做輔導或者睇專科。俾個小貼士大家，其實好似 NHS 心理治療 Talking Therapies 呢類服務，好多時係唔需要 GP 轉介嘅。你可以直接上 NHS 網站自己報名 self-refer。不過登記咗 GP 始終係最重要嘅第一步。有時呢類心理治療服務可能需要排隊 waiting list。喺等候期間，你可以嘗試接觸當地講廣東話嘅香港人社區組織，尋求支援，減少孤單嘅感覺。對於舒緩焦慮都好有幫助㗎。上多一層，如果你想即刻知道有咩選擇或者資訊，但又未至於有生命危險，咁點算呢？呢層係俾啲需要盡快幫手嘅情況，例如你覺得好辛苦、驚恐發作 （panic attack） 或者頂唔順，但係又未至於有即時生命危險。喺呢種情況，你可以打111，呢個係 NHS 嘅非緊急熱線，24小時都有人聽。最重要嘅係喺英格蘭好多地區，包括倫敦，打通之後揀 Option 2，就會駁去專門負責心理健康危機嘅團隊。佢哋可以喺電話度評估你嘅情況，好多時都可以即場做轉介，避免你去急症室坐喺度慢慢等。最後最高嗰層緊急救援 Emergency Care。呢個係專門處理有即時生命危險嘅情況。如果你覺得而家控制唔到自己，確保唔到自身安全，又或者你擔心身邊有人想傷害你自己，請你即刻打999，或者直接去最近醫院嘅急症室 A&E。心理健康嘅急症同身體受傷一樣，都會最優先處理，千萬唔好猶豫。所以總結一下，如果有持續嘅困擾，係揾 GP；遇到危機想即刻攞資訊，打111；有即時生命危險，打999。你並唔孤單，英國國民保健服務 NHS 會喺度支援你。記住，肯主動求助係強者嘅表現，並唔係軟弱。大家保重。